所有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喜來嚟，我係 Rita 林妙婷。啲大家講到肉人的你嘅印象係乜嘅？係乜嘅感覺？係咩事到？我唔好食肉人啊！我想冇人好食，我很感啲。其實肉人除了食落去做得一起，你嘅身體，佢還有其他嘅作用哦。佢做得變性藝術嘅創作，佢冇人咧，你繞牆都係裏邊，佢係肉絲，又係客家文化當基起嘅咧。一個推動者，佢又係藝術創作家，佢係畫家。你實實來分享古永健老師，先生好。林小姐好，各位觀眾，我係古永健，大家好，今日當歡喜來到客家電視台。哇，歡迎先生，先生，你嘅聲音當中嗬，我除咗啲經歷非常係豐富，因為你要當到冇強嘅身份，一方面你咪係你客家委員會嘅兩委員嘛嚇，所以推動你客家文化，你自家嘅文化，自家嘅文化當用什麼？講你聲音後面青島嘅，就係你嘅語言咧，語言呢嚇，過兩樣會講。兼變做啲畫家咯，按到嘅成本係用係勁高嘅呢。好啦，那樣我係本身係藥師，因為我係中國醫藥大學藥學呢畢業，所以我嘅條路是夾藥嘅啊，因為都開藥局，我開藥局夾藥嘅，所以你又係我專長。藝術係我興趣，我是講咧藝術。我專長融入藝術中間，所以我將會按嚟創作。係，其實人講嗬，一樣係同興趣變做正經做的，然後佢發揮出來嗬，也其實冇咁簡單。因為先生做藥師做咗50年，50歲唔係50年嗬，係到50歲以後開始同人畫筆，再個拿起來開始畫。個70歲唔見人去讀美術研究所係啊，去北大。因為我細細嘅當校畫圖啦，我本來初中畢業都考到了新竹師範學校，我師範學校。我本來想去講學美術啊，我爸係教書嘅先生，國小嘅先生。佢講佢冇來啊，做嗰個先生哦，因為冇錢啊，佢讀高中，佢讀醫學院，還有錢啊，係啦，因為我爸講貴實嘅體制，按多年嚟講佢冇辦法做先生，所以都好物價又很講究，所以其實一面講究一面教書，按樣有辦法向我哋哋咯，原因係，所以我到50歲，我因為我當有興趣畫圖。所以我50歲是開始拿筆去嚟做畫，到70歲我想畫研究咧，學過20年，唔只是個畫個圖，好也唔好，所以我是作為探水嘅關注講有個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去讀個研究所，我2年是畢業嘅。哎呦，按你講嘅其實真傻批哈，因為研究所做2年畢業，我做出自家嘅作品，畢業還要有畢業展，教書統一啊，沒有，要有300個評鑑過，將有辦法參加寫畢業論文，將有辦法畢業展，唔係上個展上個畢業是畢業，那有3學期嘅評鑑過，這樣做得咯。哇！因為聽講嗬，今年嗬還有呀，幾棟是強行入學嘅同學，係盲畢業，5年係盲畢業喎。今年將畢業展，係啊。實在冇簡單嗬。個講到嗬，愛來藝術創作其實有動到冇強用嘅緣分啊嗬。幾棟是聽講寫就清傻批，買人嘅畫嘅作品啊，或本先生點出來本大家看，大家唔曉得畫，是看古永健嘅，你是教練法師創嘅。係啊，你啊？係啊，初中國小啦，佢是畫圖啊，嘅美術先生其實拿到誒幹嘅啦，冇是也茶壺啦，冇杯嘅擺落嘅作檔行，佢喺咩都畫。我差唔多15分鐘喺度畫好啊，個同學還幫要拿筆啊，我是畫好嘅，其實將我畫圖畫好嘅圖，搭部黑板哦。你也都唔會畫咧，看古永健嚟畫，佢畫咧當好。
嗰東西咪冇人教係啊？冇人教，我是違法。係自己非常有興趣。係錯。咁其實50歲開始發，到70歲過咧，20年人去讀研究所嗬。嗰東西一隻動態轉變嗬，你根本你沒有準備欣賞佢一隻佢發作地圖嘅啲特點嗬，大家來看一下。你按到可以咧是肉煙嘅嘛，肉煙啊，因為你係肉絲。有膠囊啊，有圓圓的肉煙，有按橢圓形的，就是膠囊嘛，所以你是看一看到啲，你係肉煙嘅。我體重發肉嘅是啲啊。體重，你係你體重做邊？因為我讀北醫大醫學家上學期啊，體學期嘅上學期。教授講，按到時70歲長內哦，你係發，你跳過去發，冇你讀啊打爽啦，唔好卡發落好啊，哦。佢係你專業啊？係啊，我當間苦咧，體學期哦，我上讀啊，選中來等於來哦，當間苦。背面第2學期開始，我是問你啊，嗰啲台北藝術大學嘅校長啊，可能陳凱芳你啊教授。我講教幾下蚊做教長，我講請教授啊，我來發，我按間苦咧，佢講來變啊，我講係啊，大家先生要講去變啊，其實我講冇按啦，乜嘅東西感觸一點衝，啊搭擺佢咩嘅嘢嗬，當屬嘅東西，當屬嘅東西，我想想我願打咗我是啲包藥嘅、急藥嘅啊。讀癌嘛，我想肉我一定要接觸最深、感覺最多的嘛，背面佢講，好啊，你是做肉嘅，你是做啊，我是發體重，發出叫哦，很特殊誒，我冇乜嘅變化，是咩照顧發下嘅，所以下輩是全部係愛發嘅。哦，所以你係兩個肉煙咧拜拜咪當醬嘅。當醬，韓國你食水嗬，你係真正有按用嘅肉嘅喎，唔係前菜發嘅哦。有啊。真是有啊！真正有了都有啊，從了咗按落瘦嘛，是個肌肉鬆弛啊，豐盛嚟解冇講呢？錯，從了豐盛是按艾洛松啊，抗生素啊，是後練頭痛嘅呀。痛過類從了卡皮朗是食個酸痛嘅藥嘅呀，痛過有藥名又有效果嘅東西，我發下來。所以啲啲貴州。食材嘅選擇，韓國構圖其實都係當上色啊，去思考。仲要按醬啊，唔做唔得亂擺呢。從你一下睇地嘅下寫地，你通過用頭腦去想像會好看啊。哦，用做得呼應。做。哦。咪啥構圖啊？所以嗰東西開始用肉煙呢，做一隻構思發上以後，像你貴州是痛咧，係冇？痛啊！所以我讀2年，我就發差唔多60張哦。我幾多哦？2年我就發有60幅啊，按個肉嘅圖啊。所以是開始肉煙呢想變化。不過按用你看到了肉煙啊，嗬，對你來講發了肉煙嘅時間，有時候爸爸嗰東西唔係愛去讀藝術，你咧係會到了時間，咁樣嘅感覺。係啊，你樣嘅人生就係咁啦，嗬。將來會變乜嘅？我講，當然唔係來決定嘅，但是你個過程來當上網市場嘅，會變樣嘅嘢唔啲，唔啲。先生，你嗰東西去讀嘅時間，我想70歲去讀研究所，用你就講，你很強哦，活到老學到老。用你咪講，嚇，又話很辛苦，70歲回到一張夢想，又係講根本唔是少講存錢，因為你有問題呢，你係專業嘛，嗬。不過你係嫌棄，用特登你講，你按用你上上下下是按堅持呢。我想人生哦，是追求一個目標，一個夢想。我講要按個演戲，人哋心中我錯差，特別。要啲選擇到竹北，竹北要行去坐高鐵來到台北火車站，要行去坐捷運到關渡，關渡要行去到我學校，要坐4班車。用緊差唔多3點鐘。嚇？來3點，轉要3點6點。哇！我上課按部6點上到9點半，3點半我用6點上嘅坐車來。
8個時間。所以你轉到屋卡12點。12點。當日暗晡到12點。咁幾點睡冇？12點半1點吧。哦，天氣有係用你做些。7點到8點喺度約橋就開始。哇，掌聲鼓勵！難怪做得2年畢業哈，因為都有毅力。那個真是簽到一隻，對你來講哈，你從確定你心肝度，你做得內化發揮出來。讀研究所係啦，咁有一隻專題，從我發現到我弱嘅，告訴因為有啲專題，哦，你就研究兩個東西，綜合其實當中日本邊呀。係，對藥品要當熟當了解，咩講青菜法嘅，係要堅記嘅。下輩很當多，你做得看下嘢，係啊，當多圖。有啲攞，因為我背面攞了藥品啊，佢係寫藥嘢呢，我是英文particle， 小粒子的意思。所以我塗冇名嘅，我哋咪冇名嘅，通過要批幾多，哦，變好是錯咧，錯變好甜冇名嘅。但是唔係全部攞跟藥嘅有關係。但是我藥嘅攞抽象變為小粒子，是咩藥嘢呢？點解頭腦去？不認為它是佢，唔認為佢係藥嘅啦，所以我做當多攞藥嘅冇關係，塗啲嘅好唔好？有千變萬化，有啲係花，有啲係星星啊，太陽啊、月亮、圓圓嘅東西。好，是做得變化啦。好好來看一下哈，剛才先生講佢自己心肝度、頭腦度了都有成長嘅方面哈。等下多轉來繼續來享受小粒子的魅力哦。所有好朋友真係歡喜來咧，我係 Rita 玉天。今日節目當中要請到了解藝術家，佢係顧永靖先生，佢用佢弱勢嘅專業背景，後創作出一部很有意思嘅圖畫。韓國我知道佢推廣嘅理念非常正，你再過來分享佢哦，先生好。謝謝，謝謝好。先生，你今日頭先講到嗬，你所謂對口夢想、口號嘅歌唱嗬 ，Rita 實在當佩服嗬。我想因為你講不經一番寒徹骨，焉得梅花撲鼻香哦。用你嘅堅持，又要理下冇窮嘅創作。你看先生，其他創作以前啊，做啲本大家來看一下。先生其實跳過咩啊？跳過是。你喺東門城圓環是新州市中心啦。你係下寫實誒。你題目係是得獎嘅。哦，題目是得獎咧。50歲發題3幅又題4幅，我拿去比賽，結果都得獎。係，你以前係呢一種嘅風格啦，香港就是人體畫，最近嘅 model 啲畫嚇。係呢是頭擺嘅畫風啦，嗬，應該無論你係油畫嘛，錯，你都通過本人收藏嘅嚇。哦，本人典藏嘅嗬，所以你都看起來是家講50歲開始畫到70歲，是你都冇窮樣風格哈，這個是也是蠻可愛，半具象嘅哈。咁個對後尾你嚟繼續來看哈，嚟請大家啦目光移向你嘅一幕嗬，你係你看到你係現代嘅創作，一創作是係從你研究所以後，本嚟教授講來咯，用你嘅肉眼呢，好你小粒子的魅力是開始發揮了哈，從呢一部。你有場期盼，有場興趣，咁個你都寫人咧係乜嘅意思咧？所以大家講，我用為畫呢一張圖，冇人畫圖咧哦。你啱開始講，下象棋啊，下棋啊，是得當下你就三思而後行，而思考。我下會讓我變識睇麼？要嘅窮樣，所以我講會想到用期盼嚟畫。哦。同樣啊，你寫作業嘅沒有三思而後行啊，你問弱勢，問意思，你寫得對我好麼？所以第二張圖是用藥安全，用藥嘅安全嘅意思。所以你寫墨嘅藥嘅寫任何東西，你都要注意安全啦。係，韓國從舊圖來講嗬，因為我有看到有小朋友去參加線上嘅展覽，自家同學來做。譬如講，你看到嗬，有呢一搭熱扎嘅，當嗬，咁個要亂搭啊，要清清貼貼嘅，沒有冇窮樣嘅味道。又散嘅，安講會這樣，
一种土，有时候考人家讲多少有天分，你就會答出安這。有一個係每間，佢先生有發講冇，前度嘅小朋友唔是應教，自家要當特殊嘅，唔會差。我話有白蘭沙嘅，我禮拜得到了新竹市新傳展最高榮譽展，佢文化課時向我講，古老師你也當盛事嘅，辦啲活動，我講做得啦。我講冇事，你俾啲小例子啊，百度咧碟啊，結果我發現得小學嘅幼稚園啊，差唔多6歲到10歲啦，10公歲啊，答出嚟東西全部重要，有啲人當強一下答到當獎啊，表示佢有兩美術方面嘅天分，所以細是發現到啲小學嘅。美術來講，佢要佢係顯示做得啦。好栽培嘅。所以當到要到啲中南類、苗栗類、中南類，我雖然帶新竹市當到外面嘅人士類啊，你學兩個社會大類你嚟參加兩個活動。你感受一下所以像每間來講你哋發作地都就要感受得到。剛剛講到用藥嘅安全，因為先生有講過，其實每粒藥嘅都有嘅副作用，係嘛？作用副作用有。作用副作用，一體兩面係啊，作用是會影響啊，副作用對於唔好啊。一田藥嘅總歸有作用副作用，冇種藥嘅冇副作用啊。錯。你一種是藥嘅食落去也注射，因為你線條啊是血管，血管嘅色塊，你黃色塊啦，也係主觀色嘅佢是內臟嘛，臟器。所以藥嘅多嘅內膜嘅內容又平啊，多了放射色塊也係嘅主觀色嘅暗紅色的色塊，代表臟器、組織器官有作用。火嘅㗎心情當好，就好像放煙火般的喜悅。將煙火強用時候，我講為發用嘅圖，唔係錢財發出來啊。所以你是代表個身體空間咧。錯咧，身體空間是有是好嘅，我表現的兩種咁嘅圖啦。係愉快嘅感覺，有感覺哈。有醬啊，係有醬，這個咧，你未強用，你係血管，血管，你線條是血管。給色塊綠色的啦，還有藍色的，還有主觀色的啊，也是表示內臟強用咁嘅道理。咁一點細肉煙呢，啲血管地度，是按你是肉嘅下去作用。因為聽血管走嘛，都喺內臟去作用，火嘅所以有喜悅，咁樣發出來。那個兩幅是附近厲害的熱情。兩幅是到聖期。我3年前武漢肺炎啊，最緊張，去年就發生。我3年前發2017啊18噶，我是發兩種圖兩種圖是細菌都按身體以後，兩片是血小板和那個。白血球和細菌在作戰作戰，給蝙蝠是給蝙是活的，所以是按用發出兩種圖啊，所以我禮拜這個新竹新傳展得展嘅徐總林志堅美類攏愛主持啊，伊講你古老師當腔咧，3年前有第武漢肺炎，還講還冇完腔啦，我哋係。有類似武漢肺炎嘅構想啊，因為嘟好咧，醫藥類啦，你身體嘅空氣係連接的嘛，所以發兩個圖，就是你用色咪動態單，好，你暖色跟暗色，還有你藍色的，用做一隻動好動強烈的對比。你用色是靠你木色啦、天分啦，咪偏向於是好一類啦。先生，咱經過天分係講用因此我講，我咪當喜歡，唔過從天分咱做得培育，咁做得慢慢累積。我攏講，你講冇天分哦，喜好有一定的水準啦，唔會講當好啦。是從體育選手啊，佢走100公尺啊，有天分的人，100公尺11秒佢就走到。
摸天分只有15秒、14秒而已咯，下練嘛12秒、13毫。了解。冇辦法做11秒啦，那有個天分就會做11秒啦，按講。上次是您講天主庭哈，本意嘛講是咧後朋友講你嘅天分。當然佢3萬以後有一定嘅嘅水準啦。做興趣啦。係啦，你講把當好了都嗬，從睇法加出名嘅，要到嘅天分，老實講。係啊，嗬。唔係學就學來啦。係。啊，加呢一種咧。呢一種未窮樣啊。當正當快樂嘅感覺。當甚至。你講我冇技術啦，冇技術嘅時啊，大家看，用英文我講看到你一場嘛，佢講你要有2座山啊。2座山係嘛？係啦，2座山啊，因為山可以當到星星啊，我講好啦，難講日頭啦。意思是愛用當快樂。係啊，我冇講嘛，我講你看啦，你一種法都係法嘛，大部分已經有人講啊，但是你一種路講愛講係重要。你要有色塊嘛，哦，有主觀色，有膚色，你要黃色是表皮嘛，哦，同樣嘅意思，洗咗以後啊，有血管嘛，好嘅像放煙火般的喜悅，同樣嘅意思啦。快樂天空嘅感覺。你講啊，看星星咪做得啦，嗬，天上的夜晚的傍晚的這個傍晚看起來你要散熱霧霧啊，當輩是下降啊，嗬，有星星月亮，咁樣講又做得啦，精彩啦。很多故事啊，嗬。係啊。咁講來冇重用嘅，你來開發咗，有冇重嘅感受？係。你看到，從我看到呢一部嗬，我是就一點呀。呢一幅圖當好有花束嘅感覺，哦，一束花，呢一地方有3束嘛，哦，有5色線條嘅一束，按個藍色，按個黃色嘛，哦，有3束花。按起構圖，畫出來。呢一幅是落肉嘅作用冇同樣咯。哦。因為我肉嘅落抽象變小粒子，用小粒子去畫出來。哦。所以我圖唔係全部，雖然就肉嘅呢，按個概念去衍生過來哦，但是你一肉按身體嘅情況。生理也都是冇關係。哦，做啲延伸啦，有冇強嘅創作？像呢一部咧，花團錦簇很正啊，鳥語花香。花差唔多5、6種啊，嗬，3種啊，半年長發3種，因為我發50號啊，動態種，哦，所以你要是鳥語花香，有啲空調嘅係啊，有調嘅啊，佢拍攝的是調性，也有調頭調轉。其他一點一點是花鳥語花香那個感覺，所以藝術家佢嘅創作啊，你唔會講限制到哪行，你把它放開，哦，天馬行空啊，天馬行空啊，哇，很好搞哦。唐先生講一次到，哇，畫圖色彩都快樂，做自己嘅創作是有前度嘅可能性哈。大家都好奇，先生佢還要做其他嘅創作，不你想唔到。等下到咗咧，繼續來談咧，永健先生嘅分享哦。分享所有好朋友，真的福氣來咧，我係 Rita 玉婷。今日你邀請到藝術家嗬顧永健先生來分享佢嘅創作，用肉眼呢細粒嘅嗬來變成一部當有意思、當有想法嘅佢嘅創作繪圖。咁講起到講藝術創作是有一種類型嗎？其實有當到嘅可能性。先生要係帶來佢冇窮樣嘅策展咯。實際繼續來分享永健先生嗬。顧先生，家下你頭先看到你哦，無論係鳥語花香啦，嗬，用蛇眼變做花啦，又講血管啊，肉眼落到你嘅深度嗬。咁嗰啲啊，有係冇強嘅策展哦。一個藝術家，我想佢唔係單獨嘅，因為都係啲畫圖啦，畫似乎是平面藝術啊。另一部分是像大理石嘛，大理石，然後鵝卵石啊，它是立體裝置藝術類的啦，裝置藝術是裝置藝術，就是說一般的藝術啦，又分2部分，一部分是平面的，是雕表上背，立體是大部分平頂的，哦，像你啱開始用大理石，
我哋台底下是去中国啦，四川咁做的，用1礼拜，我先去2礼拜，新的特种有大、中小特大，做好了比款。佢做差唔多半年就做好，用新的人轉去台灣，我哋建作品。你啊，鵝卵石我是做我新竹嘅頭前海去簽，唔係簽才簽哦，從肉眼嘅嘅形狀嘅嘅石頭我就簽上來。咁點樣按過簽？冇按過啊，所以本警察咧看到講我係盜採砂紙，我講咩？我係藝術家，我拿到嘅時候佢講。你做唔得那多，我是分10個擺去，看石頭咪去，看一點咪看一點咪，這樣看幾千張呢？哎呦！你要用卡車載，從了一了我展100，是定我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地美館展，我唔是展過，是展100，了布展3年來布啊，因為按重講，表我了就做唔得，表我給看用嘅表這樣會按這樣。所以咩亂變？你幾隻衝題差唔多從一隻籃球場安排，1000作品，那是展100個，冇辦法就展嘅，冇很簡單。係啊，你也要用卡車載啦，啊要布展列來列去啦，唔係實在變下去咯。要體質、寫質啊，大理石啊，咩全部共用安排啊。所以你要布展嘅時間因為行來行去，去到個安看你幾隻幾個鋪，係變個內行啊，唔係列都是變下去啊。所以你唔係講實現講規劃好，講到現場，那要即興的創作了。即興式啊，隨時冇共用，冇一擺展示共用。我很有石膏嘅打下，係會看到。你係石膏嘅。我一定先，我教授向我做。我講我做太陽眼嘅做，用做得啦。我講，佢講滿是先用石膏，我是做了石膏10隻，2、4、6、8、10，都10隻。共用，都好，我嘅展覽場有期盼用嘅嗬，是按樣嘅過程未當講啊，一場有2隻，1隻對我不卡。很有復用嘅，很有留存下來。所以你現場沒有帶，你是台底下嘅，你是以四川嘅行做嘅，一點水質嘅哦。很有動態啊！有啊，有台有從你做嘅安排哦。哇，梗係從下來講嘅，冇簡單，冇簡單。你是咪係？你係石膏嘅，石膏嘅，石膏是很強啦，那個容易壞睇啦。你非常難做石膏，很圓哦，所以你係學搞架做嘅。哦，所以你包含你自己喺外做呢啲石膏嘅呢作品。係啊。唔單講法圖題，你還會做呢啲？唔是啊，我陶土還有做，有一種陶土。你係做陶？你是燒陶，你是愛洛桑啊，馮美術。寫後年頭上嘅藥嘅抗生素，抗生素。哦，你一芥末乾做起來凍定一下嘅。你一做起來就後晚台嚇，安台作業係芥末乾啦。所以咪有自家燒。係啊，因為燒喺邊燒啦。因為自家做啦，係拿來做，做好半夜燒。嚇，韓國上色咪係全部自家嚟。係啊，當然上藥。哦，要上藥。好搞誒。好搞嗬。係啊，個你看到咧？你啊小粒子貼嘅吼，你要是落與星體冇乜關係咯，你要是落太空有關係。星球、星球啊，就是撞起來像天空嘅、太空嘅星球運作動降啊。冇強嘅想象嗬，係講所有嘅觀眾朋友大家有興趣，其實你地方做得用呢一種嘅，本身嘅自己係去看啊，你做得特別下，因為發覺講哦，原來我成日咪當有天分，咪做得好好培養，又講做得落去同下討論講，你做得表乜嘅，從下來教。係啊，要我嘅樂曲流動要排難嘅發堂。個舊嘅社會係來上課嗰時冇錢啊，免費搞了就不了就聽，我圖成嘅二百封先生，還有台視來點評啊，嗬。我想今日非常歡喜要請到了顧永鈞藥師哈，藝術家來到呢節目當中，我想大家家下看到先生嘅創作，或者線上
其實係器材，香港當冇強用嘅人吼，一生人當熱情來追求。介 Rita 咪要幾種問題想請教先生哦。請問先生吼，你平常時最好嘅休閒嘅娛樂係乜嘅？是畫圖啊。是畫圖。你係興趣。咁聽講你畫圖嘅時陣，係咪表演好睇先個？係冇講嘅快樂也快樂。有2天時間愛填去做，我會填一杯紅酒啊。哎呀！嗰個音樂表琴落去。係。我做我畫室咯，我是當歡喜，一點快樂。哇！乜嘅東西都唔記得，所以就唔會老啊。真是咧，快樂所以。發出來嘅圖，大部分你自家先快樂，你嘅圖顯現出來咪當聲音。我感覺感同切家，你冇感同切家，拼音又會感同啦。所以你本拼音呢種嘢發好，你填係先感同切家。所以你係睇重要嘅，一點重要。一點重要。切家都冇嘅，你發出來圖，你切家唔會感同，拼音又會係。錯嗎？錯，先感動自己，才能夠感動別人。哦，好，要感動要受到咧。係最高原則。係，咁先生既然講你最大娛樂休閒，你是畫圖，咁請問你做得遠幾多年唔畫圖？我係兩年又3年冇畫圖，我心情都唔好嘅，真嘅咧。哦，所以脾氣都發起來，真是咯，真嘅都讀唔掉。我一到畫出去哦，當快樂。誒，所以你很好哈，一方面畫圖有做得幫你做休閒娛樂，一方面你做得排遣心理的感受，幫你生活態度平分。因為畫圖攞做樂師係非常冇強用嘅。唔會差，因為我時頭看嘅係平音嘅，我哋痛嘅痛，我後年頭痛咁啊，係攰嘢躺下來哦，很煩人啊，很煩人啊，我做我晏晡頭差唔多10點，我轉移畫室條。很好咧，又音樂堂，又酒店，又飯嗌圖，當快樂。所以你暗夜時節，聽講會畫到3更半夜。錯，我腳起壞時，我腳冇嘛好是，唔到啲嘢10點開始起到2、3點、4、5點鐘，唔是錯啊。我畫圖專門起點畫。所以腳啥起壞的咧？係啊，手未畫壞的，我手指哦壞啊，手指哦切嚟畫壞的咧，這樣。會痛嗎？唔會痛啊，壞的。哎呦，嗰時你當你練功下來咧。練咯，你兩隻手指啊，冇強用，你要是彎，你要變切啦。係。畫壞的咧。哇！佩服。唔會痛。係，你係兩表示。長期畫下來唔會痛。係，先起嚟。接近啊！哈，咁先生經行呢個藝術家會互相交流，咁樣當上去拜訪嘅藝術家呀、美術家。我諗講，我要新竹市要30張啊，有油畫、水彩、陶土、香港版畫，就4張，通過研究所畢業嘅。哦，每一張強用嘅題嗬，有清華大學，有愛。北藝大有台藝大，還有國立台北師範大學4張，得曬都冇強用嘅學校。唔過我1年也會機會一次，啱啱到晒，晏晡頭8點到12點哦，講我唔會衰啦。哎呦，是變成好朋友，有互相交流。我哋都有強下聯展，你都未有。哇，當好嘅好朋友，是在當站。難怪你按後生，按快樂。依家都當後生，要教書，40幾歲，啲清大。惺惺相惜哈，咁先生你行嘅樂球嘅二料要長社展，未分享大家哈，要先見到咧新竹市，好，嚟簽藝哈，咁講古藥師啊，要做藝術家，大部分印度啲啦。哇，希望先生。我有做過新竹市議員啊，所以當然要先嚟。咁今日再一次非常感謝先生哦，希望先生。謝謝丁小姐哈，希望。你有啲嘅觀眾係，希望先生今日是非常嘅歡喜，看到辜榮正先生佢嘅創作，韓國佢嘅熱情，佢追求夢想嘅毅力哦，未撈所有嘅朋友分享哦。咪希望大家今日收看，邀請大家點解下技術聽林先生嚟做認同，希望大家長得了。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，記得來你點讚、聽下個電視台嘅片頭，韓國愛分享出去哦，希望大家。